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3年11月14。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19节到23节。出埃及記24章12節到18節。馬可福音第2章18節到22節。今日要給大家三角來思考的是禁食。禁食會通講是佇猶太教非常重要、真重視的宗教禮儀，是對於這個律法的規定延伸所出來一種禮儀。原始的規範其實是對贖罪祭的概念來開始，規定佇一段時間內底禁止食物件、啉物件。咱比較容易，也是講常常聽到，親像一種齋戒月，就是回教，或者是講齋戒。這種宗教禮儀的目的，是咧借着自願的禁止禁戒的生活，佇逐樣生活中逐樣必須的代志，比如講食啦、啉啦、困眠啦、休困啦、交際啊等等的代志。這種無論佇時間長短的禁止的目的，是要愛咱暫時對佇束縛着咱的物質生活世界環境來脫離迄個捆綁，通叫咱會當集中咱精神佇咱靈性的力量來注目佇迄個看袂到甲永遠的事，就是上帝。後來猶太教將禁食發展這個意思就是講折磨肉體甲靈魂，互身體痛苦。這個字呢？阿密這個字常常用佇禁食、苦修，也是贖罪懺悔頂懸。這真類似着這個伊斯蘭教也是回教的齋戒的用語啦利未記26章29節以及23章26節到28節，攏提到着禁食。迄經文安尼講，每一年7月初10日就是贖罪日，迄一天恁就愛禁食，就愛自執敬拜上主，伊來獻火祭。迄一天恁毋通做任何日常的工作，因為是贖罪祭，是要愛佇上主恁的上帝的面前行贖罪禮。禁食代表着人的謙卑，用謙卑的態度來面對上帝，祈求上帝赦免甲恩典。起初摩西上西奈山40日，為着要見聖潔的上帝，經文無有記載摩西上山禁食。但是咱通想象一個佇曠野西奈山的頂懸，應該無有物件通食。或者是講摩西講無有帶物件上山來食，是為着要互家己更較專心來找求上帝。聖經愛講，上主甲摩西講：你上山來我食，留點食。我要將我所寫要教示人民的律法甲誡命，會照辦予你。摩西甲伊的助手約書亞就出發，摩西爬上上帝的山。摩西甲遐的長老講：恁踮遮等我，聽候阮倒轉來。亞倫互你甲恁做伙。民眾若有代志，通去找因。摩西上山，山有雲蓋着，
上主的阳光停伫西奈山，云野山6日久。第7日，上主对云中叫摩西。以色列人看见上主的阳光显现，就亲像火伫山顶跌倒。摩西上山入云中，伊留地伫山顶40年40日。事实上，伫出埃及记34章28节，有真清楚甲咱讲，摩西伫山顶40年日是禁食的。圣经的记载是安尼：摩西甲上主伫遐40年日，无食饭，无啉水。伊将即个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伫2块石板。专心仰主应该是禁食最主要的目的。虽然这是一个外在的宗教行为，但是伊的目的是为着人的心灵。亲像这种赎罪日真可惜，就是犹太的律比为着安尼的宗教行为，却增加侪禁止的事，包括毋通啉食，就是咱讲禁食，毋通穿鞋烫鞋，毋通拭，也是讲洗身躯，毋通抹香水，也是抹迄个乳膏乳液安尼，以及毋通有性的生活。法利赛人甚至发展甲讲，一礼拜就爱禁食2摆，但是好那亲像无有什么重要的目标。马可福音第2章18节到22节，提到着法利赛人挑战禁食的这个冲突。圣经记载讲，约翰的门徒甲法利赛派的人伫禁食，有人来问耶稣：约翰的门徒甲法利赛派的门徒斗阵咧禁食，是安怎你的门徒无禁食？耶稣应讲，新郎要甲婚宴的人客做伙的时，人客减会禁食。因要伫甲新郎做伙的时，袂禁食。日子伫要到，新郎会互人对因的中间掠去，迄个时因就会禁食。无人用无过水的布来保旧衫，那安尼做，迄块新布会掠离这个旧衫，颠倒破搁较大空，嘛无人将新酒倒伫旧皮囊。若是安尼，新酒会甲皮囊弄破，酒会流出来，皮地嘛会歹去。新酒应该入伫新皮地。禁食应该是有正确的目的甲态度，毋是千篇一律，无有正确目标的规范甲要求。耶稣基督伫开始传福音进前，伊嘛捌禁食40年日，迄目的就是要为着更较亲近上帝，对上帝遐会通领受快乐。就亲像摩西上山禁食40年日同款，伊领受着上帝的10条诫。基督徒的禁食必须爱好好来思考，正确来规划，有效的执行，互禁食祈祷真真正正帮助咱更较亲近上帝，甲主同行。诗篇106篇第1节到第6节，
哈利路亚，称赞上主。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主爱刷到永远。啥人会晓得讲起上主的大权能？啥人会当完全表明对伊的称赞？所有依护公平、不时实践公义的人，真有福气。上主，你恩待你做人的时，叫你会记得我；你拯救因的时，叫你眷顾我。求你，互我看见你的选民兴旺，互我甲你国民分享快乐，甲你的子民做伙夸耀。阮甲阮的祖先同款有犯罪，阮偏离正路做歹。19节到23节，因伫好的山做牛仔，拍败所住的像，安尼。因用食草的牛仔做像，替换上帝的荣光。因袂记得甲因拯救的是上帝。伊捌伫埃及做大代志，伫咸的地行奇事，伫红海做通行的事。所以伊讲要甲因消灭，若毋是伊所竞选的，摩西徛伫伊的面前极力申诉。消除伊的受气，伊甲因消灭啦。恳求上帝，互阮学习正确的信用态度，无论是毋是禁者，拢甲你建立正四正的亲密关系。愿意甲主同行，领受上帝的救恩。相信阮也要继续为着逾节的恢复来祈祷，求主亲自来保守、看顾伊，显明你的慈爱甲怜悯，赏赐伊伫的恩典，互逾节会当紧紧来恢复。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